现场朋友们，给他们一起打拍子好吗？来，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嘿。如果觉得冷的话呢，可以跟着我们台上的班级的学员一起来舞动你自己的身体哈。这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学员身上所着的服饰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服饰，那里面有台东阿美族的衣服，还有花莲阿美族的衣服，非常的缤纷亮丽。来，大家不要忘了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哦！